觀眾朋友們好，歡迎收睇六環彩賽馬頻道，我係主持人陸寶祥。今晚快活谷夜馬，請大家密切關注天氣變化。根據預報，今晚可能會有突發降雨，賽事形勢或者受影響，請隨時留意現場最新動態。跟住落嚟為大家重點介紹幾匹潛力嘅戰馬。首先係第3場嘅11號星火燎原，呢一匹馬本賽季表現日趨成熟，近2場比賽都喺谷草1000米賽道出戰，顯然幕後有意喺呢一個路程搏殺。本場比賽佢抽到咗唔錯嘅一檔起步，且沿用原班騎師與配備，雙方配合默契，好有機會喺比賽中後段實現逆襲，坐穩望贏。再嚟睇一匹具備爆冷實力嘅賽馬，第4場嘅12號快樂老窩，借用陳慧嫻經典歌曲《歸來吧》嘅歌詞改編一句口號：心裏的他快歸來吧，借女才是快樂老窩。呢匹馬一向保持均速跑法，連馬師輝哥特別為佢報名中距離賽事。雖然起檔位並唔理想，但從賠率嚟睇，佢唔失為一個值得考慮嘅冷門選擇。跟住落嚟介紹第7場嘅6號金曲永騰，同樣不容忽視。作為一匹從巴西引進嘅自購馬，佢喺當地長距離賽事以及爛地賽道中都有過勝出紀錄。隨住評分嘅調整，佢喺當前狀態下略佔優勢。如果今晚賽道因為降雨出現變化，可能改變戰術，屆時呢一匹馬極有機會跑入一隻冷腳。至於第8場同第9場，堪稱近期谷草賽道上競爭最為激烈嘅賽事，每場都有超過8匹賽馬具備奪冠實力。喺呢個特別推薦潘明輝嘅孖寶組合，第8場嘅1號馬奴同埋第9場嘅1號神希麗人，呢2匹馬均排一檔有利位置，適合騎前領跑法，搭配當紅騎師潘明輝，建議大家贏位兼投或者小注博掹寶策略。以上介紹嘅馬匹都具有較高嘅參考價值。今晚夜馬賽事預計將會異常精彩，再次提醒大家密切留意天氣同賽事臨時調整。以上分析僅供參考，祝各位觀眾朋友觀賽愉快，收穫滿滿。